乡亲好，我是李玲，欢迎大家到下晝2點，聽聽大家新新聞，來關心疫情的情形動態。今日係拜六，一般來講呢，指揮中心會同今日做較多位知識項嘅說明。先來一個定價下指揮中心呢，今日現場除咗講有本地嘅感染以外，今日還等有搶到也嘅。下個一個諮詢小組嘅委員，佢哋會搶下來到現場來做按度嘅相關說明。今日呢，我現代鄉親朋友來講到，一6月咧，一般講嘅係畢業季，對當到學生嘅國中還個高中大學呢，有當到嘅學生嘅，聽等差唔多啲6月15日就會畢業嘅。韓國呢，早晨人哋看報紙嘅時節，就有看到一個自由時報當稿呢，就有寫到學生嘅國內旅遊，交通部提出嚟一下按做自強村，所以希望講哦，先前因為受到疫情嘅暗度影響，當到學生嘅後生人，佢哋呢閒嘅時節就冇辦法出去遊覽，冇去旅遊，接下來又愛畢業季嘅。聽人講廿幾年咧，國內嘅疫情有下控制下跌咧，故所呢就開放咧，全台灣有22間嘅遊樂園，都係本也條學生嘅去了5、4千嘅哦。全台灣有22間嘅遊樂園，韓國按呢樣嘅學生嘅將合乎到資格咧，嚟看到也就係呢19歲以下，到民國90年7月初一過後出世嘅學生嘅呢，就合乎到28日嘅安心隔離，針對學生嘅來開放嘅廿條遊費，帶鄉親朋友來看到詳細嘅新聞。以客座湯姆山對各個所在以下衝講下，嘅皮水花暗夜天時交來當亮相，聽聽台灣疫情確得咧，禮拜2年新莊六福村遊樂園人天天嘅變多嘅，唔單將排列咧買票預約，遊樂設施未再個出現排列嘅人潮，對安心國旅補助方案，一般未滿19歲學生嘅，托暑假期間無限制免費搞全國22隻遊樂園，大家都知道以後。因為小朋友，他真的確幼兒園的畢業旅行是也不算取消，就是改在比較近的地方。所以如果有這個優惠的話，我會就是找時間在現場去找。其實還不錯，因為免費的話，就因為免費啊，所以就會想來，但是就是怕那到時候人潮會很爆滿。交通部觀光局提出理想青態遊樂園遊費，本未滿19歲學生嘅，到暑假7、8日咧，5、4千製作的日夜，無限制去搞全國22間遊樂園，包含立博樂園、六福村主題樂園、九族文化村、台東延伸應用草原一帶，本學生嘅對北搞到南，西半部搞到東半部，按算有60萬人次享受得到。因應疫情影響，民眾唔理偏出國旅遊，因此已經準備好嘅，準備要搶國民旅遊嘅市場。我們今年就是會希望，就是在我整個活動的規劃上面，可以更吸引，就是家長帶小朋友一起出遊。多學校，它因為畢業旅行或者是它的戶外教學的部分都有被都被取消，所以他想說今年度配合整個一個安心旅遊，擴大它優惠的一個範圍，從以前在12歲以下免費的，我們把它提高到高中生以下。交通部長林佳龍考慮到上半年到學生講嘅教學班遊畢業旅行都受到疫情影響，唔係持續做戰後，故所希望透過遊費來本青年有聽老師講。旅行公費希望新方案實施，哪怕講比真行山 PK 效果還較好，本觀光旅遊業實質幫助。認真做統計，一類幼稚園、國小成人嘅日夜，親手做帶通2.5到3家種買票日夜，做得提高遊樂園業績，未做得提高附近嘅旅宿飯店廚房率，賣名山登陸，創造商業。記者王志凱、張永祥、鍾君豪台北新竹報道。針對交通部推出嚟嘅亞自強村嘅方案呢，就希望提供本按到嘅學生嘅19歲以下嘅學生嘅，接下來愛畢業嘅，韓國青年嘅愛撇除並暑假，本家條有素材做得去老了，可能抽到嘅朋友搶下去全台灣22間嘅遊樂園，全部暑假想要去幾多擺，全部都免費，也係希望講交通部觀光局希望隨通講接下來嘅國內旅遊，也嘅產業經濟會帶動起來，也係第一部分。接下來再講來問鄉親朋友哦，亞博嘅
又发现冇，可能讲雅乌卡夫区呢开始有动到的两方点，冇像呢喐重点。当日早晨起时就会按呢动人，却因为6月初一起时，作业咩开始爱解禁咩。韩国呢将中华鸦片就要做作业咩嘅太工厂，6月开始重新开放，故从呢民众。早晨起时就去排列的，排到长长，也系根本呢按到民众的买作业咩嘅情形。指挥中心听日要出来开记者会嘅，带乡亲朋友去到现场来关心。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教授都也同时在我们的会场上。那另外在各位最右手侧前排最右手这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那今天比较特殊那是我们在后排有我们3位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委员也一并到我们的会场上。那在各位最右手侧后排最右手侧是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胸腔科杨光耀杨主任。那在中间各位应该都会比较认识到那是我们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的召集人，那同时也是我们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台大小儿科的李秉颖李教授。那在我们最右手侧是我们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方启泰方教授。那今天有3位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的委员也一并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这一天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病例哈。那可是解除隔离的仍然是维持429人。好，那现在其实那种新闻就比较少，讲的就很短哈。那今天我们当然是非常重要哈。我们今天请我们的专家来代表说这次疫情里面请我们的专家给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意见。都非常的宝贵订相关的指引，不管是在采检方面或者在治疗上面对整个我们疫情的控制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效果所以首先在这里我非常要感谢我们张召集人那还有我们几位今天来的张丰毅李秉伟杨光对李秉那方启泰奇怪，还没来嘛那杨光耀委员几位，我现在在这段时间真的是专家会议都是随叫随开那因为确实很多的一些变化都是这样子持续在进行，那非常感谢专家们给我们在及时性上面给我们非常非常多好的一个建议，也让我们的决策都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但今天还有其他的委员没有来，我在这里跟全体的委员跟我们的张召集人表达整个指挥中心对他们的谢意。好，那我们是过来就请张教授。好，谢谢部长。那各位媒体朋友，今天应该大概会是最后一次张教授时间了所以在今天把我们的台湾的 COVID-19 就是我们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病，到目前为止的总结跟大家做一点报告那当然也会顺便把专家咨询小组在过去一段时间有参与的一些事情也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好，那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确定病例的所谓的流行曲线图嘛。这是依照通报日来看的话，我们最早是在1月21号的时候，那第一例的确诊病例。那前面1月到2月，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零星的个案，然后那最多大概一天不会超过4个通报个案或5个通报确诊的个案。那一直到3月中以后，才是因为境外移入大量的移进来，所以一天可以到最高的时候可以到通报到30几例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当然也慢慢趋缓，一直到4月17号，那又因为我们敦睦舰队的一个关系，所以又有一波的疫情的状况。
那这蓝色的部分到后来还有在他们14天的集中检疫要离开的时候，那还是被我们侦测到有几个所谓的时阴时阳的一个个案，最后被我们侦测到阳性的状况。那之后我们就只剩下所谓零星的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然后那大概在4个礼拜前就是5月9号的时候，也跟大家说，那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的2个潜伏期嘛，就是4周境内都没有确诊个案，本土社区应该是基本上是安全的哈。那确实也是如此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再过了4周，完全没有任何本土的个案哈。下一张。好，那除了通报以外，那其实我们在看真正疫病的时候，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以它的发病日期来看的哈。所以这是用发病日期来看的所谓的流行曲线图，可以看到第一个个案其实它在武汉的时候很早就已经发病，在1月11号、12号附近就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这个 case 在入境的时候很快，因为我们CDC 启动的所谓的登机检疫嘛，所以在飞机上很快飞机落地以后，很快就被我们侦测到，那就转到桃园的医院。那时候我也亲自到那家医院去了解这个病人的一些疫情的他发病的一些状况，就发现说他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他没有去过任何的生鲜野味的接触，没有进过医院，没有跟任何有诊断肺炎的病人接触，他的周遭顶多有一些有轻微咳嗽的一些病人，一些同事那就这样就得病了所以让我们当然就更提高警觉，说这个疾病的传播可能不是那么简单那后面当然很多的个案零零星星的，我们都从他们的表现的资料里面去帮我们做后来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判断那我们的个案数虽然不多，只有400多例可是我们其实掌握到这个疾病的很多的特性那包括2月10号附近的时候，我们也第一个侦测到了所谓无症状的一个带病毒者嘛就是从意大利回来的一家人父母都已经先生病，然后后来大儿子也出现症状，然后也采检阳性，小儿子虽然没有症状，可是我因为他是在台北区的关系，所以我用台北区指挥官的身份也请他还是做一个采检，就侦测到所谓无症状的带病毒者所以这些很多都是我们病例数虽然不多，可是其实我们掌握的其实是蛮快蛮精准的那包括这个嗅觉味觉的异常的状况啦包括腹泻的状况，所以一路会让我们很多的病例的定义就一直在跟着做一些调整那对我们什么样的需要去进行做采检也都是随着这样的一个资讯得到新的一个资料，我们就一路的往前走那这里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希望大家看得清楚，最早就是在3月10号的就已经出现一个蓝色的嘛那所以在这里就是舰队的最早发病的个案就是在3月10号的时候，那在3月20号或21、2号附近，这边还有2个蓝色的那如果再加上我们非确诊的所谓的极可能病例抗体阳性的，在这边也有一个个案它的发病日期很清楚，就在这附近。那然后到3月底4月初的时候，又有所谓的第3波在这边除了这3个个案以外，还有另外有3个个案也是落在这里就是极可能病例也是发病时间也是落在这里。那最后这第4波的就是因为已经回到我们左营军港所以这个相对的也许在心情上比较放松，那有一些活动，所以就造成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传播。那这边还有一个不是就是极可能病例也落在这个第4波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抗体检测其实是在好几个地方都有看到个案不是只有单一个地方看到。好，下一张。好，那这些加起来
我们还是一样在443里面就是境外移入占最大多数，然后将近80%的个案，那本土个案就一直维持都是在55，从4月11号以后一直就都没有在本土的个案。那东部舰队就是确诊的病例就是36，那再加上如果饥渴的病例还有8个的话，那最多也是有44个个案，男女大概是一半一半，年龄的分布跟先前跟大家报告都是差不多的。那症状的表现当然还是以咳嗽占的最多，那其实就是发烧了。那这个跟下一章我们的东部舰队这个当时也有一部分的媒体也有询问到，那确实表现是我们的东部舰队看到的是有相当大的不一样。那如果以确诊的36个个案里面，那有11个是无症状，25个是有症状。这25个有症状里面，你可以看到嗅觉异常几乎占了2/3。那再来其实都是咳嗽、喉咙痛，那味觉异常、头痛、发烧，其实发烧其实并不太多，大概只有1/4左右而已。那如果再加上极可能病例有确定发病有症状的这5个个案来看的话，加起来还是嗅觉是最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的。那其实就是咳嗽、喉咙痛，那发烧也不过才大概30%的病人有出现发烧，所以这个疾病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那要去快速的诊断其实光靠临床是非常不太容易的了。下一章。好，这年龄分布的部分，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哈。其实我们在多加后面1、2个个案，其实整个分布还是差不多的哈，就是以20-30岁占的是最多的了哈。那这当然理由前面也都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哈，就是我们出外的游学、留学的个案哈，就是都是这一群比较年轻的个案了。下一张。好，那这个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表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里面也许是看到肺炎的个案占比稍微多了一些哈，从以前的20%，现在大概是22%。这次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个案开始的时候没有肺炎，可是后来我们在追踪当中特别是解隔的时候就会详细去了解他整个住院的过程的状况。如果本来是列在无并发症轻症，那后来有住院当中有出现肺炎的现象，就会改列为所谓的这个肺炎的分类里面。那严重肺炎也是慢慢稍微多一点点哈。那从34慢慢增加到37哈，就是也是在这个解隔过程当中知道他们有一些这个氧气饱和度不好的时候需要氧气，那也有些个案就落在严重肺炎的部分。不过整体来讲，无并发症还是占了将近70%左右了。那我们的侵入性治疗使用呼吸器、使用叶克膜状况跟以前报告是一样的。解除隔离个案到昨天前天是428，今天当然是429了哈。那出院也趋近于这样子，那不过还是不完全一致，就是因为还是有少数的几个非常严重的重症，他已经是可以解除隔离，可是他暂时还没有办法出院，因为还在所谓的呼吸的复健，或者是这个甚至造成这个肌肉的都变成比较没有力气，因为住加护病房住太久了哈，所以都还在复健当中。那死亡个案当然还是维持在7个，就是 1.6% 左右而已哈。下一张。好，那这个曲线图大家大概都看过几次大概就是上面当然会越来越接近到全部的扣除掉死亡以后的个案，然后就相信在下来的1、2个礼拜如果没有再新的个案，很可能这些就会跟全部都出院。下一张。好，那这个我们的住院病人到解除隔离我们过去也跟大家报告，我们一直采非常严谨的一个方式嘛从刚开始是2采阴才解隔离，后来发现2采阴以后还会再阳性，所以就变成3采阴才能解隔离。那以前报告是说解隔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们往前去看它需要多久时间解隔离。那今天这边是29号才对，2月29号就是1月、2月住院的个案里面那他从住院到解除隔离中位数是27天那需要范围是9到80天这么长的时间的
那3月这当中，刚才说3月有很大量的境外移入的个案嘛，或者3月住院的个案当中，他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也是维持需要到27天才可以去解除隔离哦。那4月以后住院的个案，就是中位数大概是22天，住院到解除隔离是22天就可以解除隔离。那最长的是到51天哈。那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大致上状况虽然维持的3采阴哈，那情况几乎是维持稳定，或是稍微好一些了哈。下一张。好，那这些是我们过去确诊的400多个里面，其实我们是从7万多个这样的一个监测通报，然后采检的个案里面去确诊到400多，所以一直曾经包括到最近还是有外界说，就是因为我们采检的不够多哈，其实我们采检是非常多哈，以400多，然后7万多。做7万多个案的采检，其实是非常这个比例上是非常悬殊的。下一张，那部长也跟大家说过嘛，国外的曾经做过比较或统计，其实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在全球是排名前几名的了。那这里面当然我们不断的扩大监测里面，我们还是最容易或认为最容易得到被感染的，包括这些医疗院所、照护机构的这些医护同仁嘛，所以我们持续还是不断的在监测当中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扩大监测的送验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都是一直阴性的哈。在另一个层面的代表说，医院里面当然有病人可是我们医护人员基本上都也还是安全的，都没有得到被传染的一个状况。那只有这个法传通报的，就是曾经有一家医院的几位护理同仁跟一个清洁人员曾经得到感染嘛。下一张。好，那这不断扩大监测的通报，这在昨天或者是先前也给大家看过了哈。那这就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根据这个所了解的疫病的状况那所认为我们需要不断扩大监测的里面从最早的1月17号确定说有武汉旅游史，那有发烧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就必须要进行通报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很早就已经界定出来的。下一张。那专家咨询小组第一次开会是在今年的1月5号，所以其实是非常早就当时周署长也在12月31号决定要对武汉要登记检疫开始那在1月2号、3号就跟我通过电话，那就决定找一些专家一起来对这个当时还不知道这个病名所以这个会议还叫做因应中国不明原因肺炎疫情专家咨询会议的那这是确实的会议记录所以在这1月5号下午，1月4号通知，1月5号下午就开会那署长非常重视，他自己主持所以除了6区的指挥官以外，那就是找了几位专家委员就一起来开会当天部长也非常重视，亲自到场来指导下一张。那 CDC 的几乎全员重要的成员全部到齐2位副署长、主任秘书、各组的组长、科长、检验技政等等的那疫情中心主任、检验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员，那我们的防疫医师那的 leader 那公关室主任。下一张。还有各区管中心的主任、副主任、科长们几乎全员到齐这些当然是有些是视讯会议不是全部集中到这里来，所以知道第一次会议他们就几乎全员到齐来看看这个疫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下一张。好，我们很快就研判这是有问题的一个疫情嘛所以我们没有病名只知道是一个武汉旅游史发烧肺炎，那可是我们还是给了病例定义就决定要什么样的病人需要进行通报，所以我们很清楚的通报定义，那让全国的医护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知道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防疫人员遇到什么样的个案的定义，就需要进行通报。这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当然研判的就是在武汉地区发病前的14天内，曾经有去过武汉地区的就必须要通报不止这样子，我们没有武汉旅游史的我们也把整个中国大陆都已经列入需要做一点警戒的地区所以在没有到过武汉的旅游史的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民众回来，如果有肺炎的话，
也是要经过所谓不明原因肺炎的通报，或者新型 A 型流感的这个发生类似会出现肺炎的状况这样的通报。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监测的范围就非常的广。下一张。好，我们当然也说要加强医院的感控等等的那特别是要强化实验室的检验量的我们预期可能会遇到比较需要大量检验的状况，所以在1月5号专家小组就已经给了建议那此外也是建议疾病管制署主动派员前往中国大陆调查所以这个都是在1月5号当天就已经做了很多的所谓的超前的规划或超前的部署下一张。那也对于这个整个处理流程也都已经把它界定出来下一张。好，那接着我们在12号晚上我们就有专家跟我们的防疫医师到中国武汉去了13、14号在2天在武汉听他们的报告那做一些了解。那15号回来，16号早上我们就开第2次的专家咨询小组的会议那这个时候区域的政府指挥官也都一起出席参加了下一张那这个时候因为15号我们已经宣布是一个第5类的法定传染病所以我们已经给了一个病名叫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所以这次比较清楚的部分就是加上中国大陆也确实也说这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所以我们的检验条件里面就是检体可以分离出这些新型冠状病毒，或者是做核酸检测阳性的状况这样的一个就是当做一个可以确诊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新的病例定义、新的通报条件也是很快就在16号我们就通通就有新的一个规划出来。当时当然还是包括发烧及呼吸道症状可是隔没有多久我们就了解不一定会发烧加呼吸道症状，我们就改成发烧或呼吸道症状所以就是有发烧或者是有呼吸道症状都可以做通报这也都是专家咨询小组都很快的做一些应变改变下一张。好，那新的通报流程等等下一张。那对接触者的定义也把它界定清楚，特殊情况的接触者匡列的原则也告诉我们的防疫人员那这些接触者怎么匡列。那另外当然对于这个所谓的病例定义、通报处理流程、接触者匡列原则，未来就是要试着疫情流行病学资料跟临床实证的情况随时需要进行检讨，这就是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大的一个匡列的一个或是通报采检的一个这个范围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扩大这些当然对我说过对第一线的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困扰才刚了解要怎么样的通报，马上又变改变了，马上又更大范围所以他们一直在追着跑。那这里也非常谢谢第一线的人员也都配合得很好，一直把这个通报都做得很不错下一张。好，那这除了医院里面的感染管制的还有医院就医的动线隔离空间等等都已经讲，那也包括帮忙界定了这个所谓的武汉市的旅游的疫情警示下一张。好，那一直到1月21号的时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3级开设以后，那署长就不方便自己召集会议了那就改由我请我担任这个会议的召集那所以我们在23号也开了一次会议，就是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临床处置的暂行指引，马上就把它讨论界定出来。这当然要非常谢谢我们预医办的这个防疫医师们他们收集了很多资料，然后在小组会议上面就把这一个暂行指引就把它定出来下一张。所以很快就我们23号才确诊第2例、第3例嘛所以在我们只有很少病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告诉临床医师、临床医护同仁要怎么样处理这些病人那到31号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所谓的流行地区的判断条件等等的也都做了一些讨论下一张。那这个时候也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置指引马上就做第2版的修正才隔1个礼拜就有新的资讯进来，我们就做了新的修正了下一张。
好，那些流行地区的判断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用疫区这个字眼哈，就是流行地区。那本来单一个流行地区，后来又觉得不太够用，又分成1级流行地区、2级流行地区哦。那里面又有很多的相关的定义了哈。那开始大家也许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叫1级流行地区，那个时候是需要列到这个通报定义的旅游史里面，就是要居家隔离的哈。那这个2级流行地区回来就是需要居家检疫的哈。所以这个还是有不太一样的模式，不过后来当然又有全部都改了哈。所以这个一路我们其实是追着疫情做很多的调整。那这里面当然也要非常谢谢 CDC 的疫情监测组的同仁哦。下一张，他们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努力去收集很多的疫情资料哈。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在2月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中国各省市哈，那从一开始。1月中的这个每一个省市的个案数到底是怎么样变化的一一的收集得很清楚。下一张举其中一个当时2月初的时候，我们认定2级流行地区的广东省，可以看到它的每日通报的确诊的个案是怎么样增加法那累积起来是怎么样增加的那这里面当然有些会让我们判断说，这个检验量呢也许不够的关系不然应该一直上去，有时候又会掉下来等等。下一张，那甚至他们可以收集到每一个省里面的每一个县市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案那加上我们跟这个台湾跟某些省市的这个交通来往的频繁度这些都让我们帮忙判断到底是1级还是2级的流行地区那后续我们要把它就需要变通报，还是要居家检疫等等。下一张。好，那这些当然都是我们的CDC 的疫情监测组的同仁日以继夜从一开始就非常辛苦的收集很多的资料，让专家小组可以做一些研判那这是从1月24号正式公布的这个临床处置指引那一直到现在已经到6月初，我们改版到第7版了那这里面一直都有相当不小的新的资讯一直加进去下一张。所以包括处置里面例如说以治疗来说第1版是没有任何建议治疗药物，第2版开始就有所谓的这个抗艾滋病毒的药物的治疗，加上这个抗干扰素等等的那然后后来到有这个氯喹宁的使用那现在第7版已经把这个所谓的瑞德西韦也已经放进去是一个治疗的指引的药物。下一张。好，所以专家咨询小组过去在20几次的会议的讨论议题当中，包括的范围非常广，从病例定义通报条件、监测的范围、处理流程、居家隔离、居家检疫、那自主健康管理的各种处置的做法，那疫区的监测的判定感控的作为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做这些报告。那不同情境下的一个防护装备，那病例的临床处置的指引等等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疫情监测组、社区防疫组、边境检疫组或是医疗准备组等等的各种提出来的一些专业问题，我们随时都在讨论。除了正式的会议以外，其实我们更重要是我们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所以专家随时在这个 LINE 群组上面做讨论那也因为有这个 LINE 群组，我们通知开会就非常快速常常都是今天通知明天中午就开会有一天礼拜6的晚上11点多通知说礼拜天中午开会所以是非常快速的联络，就非常快速的就开始聚集开会下一张。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开会的一些状况下一张。需要照片给你们照好，那这个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了所以我们的经过非常多人大家的共同努力所以在我们的疫情控制，在跟其他主要国家的确诊率来比较的话，我们是离人家越来越远因为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非常小的数字那可是人家一直在增加包括领先的已经变成新加坡了新加坡、美国这个每100万人口都超过5000以上甚至超过6000以上的一个确诊个案这样的一个
确诊或者是发生率的几乎是非常非常大，而我们一直保持的这个只有100万分之18.8了哈，是非常非常的低哈。那比其他亚洲国家也都是更低了哈。下一张。那如果死亡率来比较的话，那每100万人口，我们刚是只有0.8的死亡率了哈，所以这个也是比其他的国家来说哦，那这个比利时、欧洲国家哈，都是非常的高哈，那我们比他们确实都是低的很多。下一张。好，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指挥官说最近有请各组都来做分享报告嘛，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哈。那不过就我比较有多参与的部分，那我还是要特别觉得非常要感谢，就是我们的疾病管制署的全体同仁哈，包括各区管中心的同仁。那从1月初哈到现在就是日以继夜，不眠必休哈，周末假日也都没有哈，随时说要开会就开会哈。那所以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辛劳努力之下哈，那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做了很多的疫情调查，那做了跟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的一些研判等等哈，那才可以让我们在疫情的掌控上面确实能做到非常精准、非常到位哈。那当然也谢谢我们的专家咨询小组，我们从开始的7位哈，包括我在内的7位，那一直慢慢扩充哈，到现在已经有20位的专家小组的成员哈，那还不包括各区的政府指挥官，那这些里面包括了成人感染科、小儿感染科、胸腔科，那到还有病毒学的专家，那我们公卫的专家等等哈，都一起参加我们这样的咨询小组。那有时候当然是分组的开会，那不一定全员到齐哈。那此外还是要再次的提到的哈，那多次跟大家提到第一线照护的工作人员、医护同仁确实是非常辛劳哈。那在担心被感染的状况下哈，那他们还是配合着我们不断调整、不断改变的这些要求，那也都做得非常到位，那让我们的通报、采检到病人照护到康复都可以非常的顺利，那也几乎等于说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院内感染的状况，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当然，卫福部行政院的各级长官还有很多部会的长官那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忙指导那也在此一并的衷心的致谢那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张召集人，还有我们所有的专家小组的成员哈。那其实我们真的是专家小组就好像我们一个大脑哈，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大脑哈 ，EQ 跟 IQ 都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的手脚也非常灵活，就我们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大家看到这里面几乎都是几天就一变，几天就一变。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医护人员接到这样的一个通则之后，大家就马上很确实的去做，也没有再来就是说来一直来讲，这个为什么要改，会改的大家变得很麻烦，没有，我们都是头脑在动，手脚并用，所以能够把这一段的问题、疫情都能够控制住。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不好意思，想请教，因为今天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校长就有提到说，关于境外生入境，他是讲说，是不是可以在8月就开始陆续的分批进来，这样才赶得及9月开学？不知道指挥官这边怎么看？我们目前有一个时间表吗？谢谢。我们在指挥中心这边目前的我们状况就先把我们这个境内松绑这个事情先做好。然后密切做一点社区的观察，当然也要看看在社区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的可能性。那这个比较稳定的，那当然就是看教育部那边的一个必要性，那我们再做考虑。好，大家我们是不是请了我们的那个专家也跟我们再稍微再说明一下，看谁要先。我先好了，我是台大儿童医院李炳。那我讲一下我们在那个咨询小组开会的经验哈。一开始我们知道说，
还不知道原因的时候，在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肺炎，大家其实都很害怕，尤其是到了后来，我们台湾有一些没有明显传染源的社区感染。我看我们开会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面色凝重哈，就好像那个世界末日电影那样的感觉哈，就是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可能生病，在座的不知道谁会重症哈，这个是对大家所有的威胁。可是到了疫情的后期，我觉得大家都有说有笑，为什么呢？我们成功控制住了，大家知道我们成绩很好，我们成绩比任何国家都好，所以那个我们咨询委员最大的回报就是说控制住了，那我们心情就好了。那回顾一下这次的那些我们开会的情形呢，就是，大家会好奇说我们会不会争论？我们当然会争论哈，不同的专家会有不同的意见对同样一个议题，就好像说我们刚刚戴了白口罩哈，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戴，有人说这样戴，有的人这样戴。经过一阵的争论以后，我们终于知道说什么叫做正确的戴法。这就是我们专家委员会的一个重点，它的成效就是当一个专家去做决定一件事情，可能考虑不周到。很多的专家他能够形成共识的话，他可能就是最接近真理的。而在我们专家委员会讨论的过程之中，我大部分都是共识啊，就是少数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会倾向一个意见。我记得只有一件事曾经专家分成两派哈，50% 做会最后无法共识，就请我们指挥中心自行决定哈，这样子。我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形成共识。那最后我们再来讲说这一次的疫情为什么那么成功，很多其他国家都非常的羡慕我们，尤其他们不断，我有一次跟美国智库通信。他就一直不停的夸赞说，台湾证明了民主制度也可以很有效的控制疫情，这是一个世界的典范。他们一直要想知道是什么。我希望能够提到2点，我们为什么能够控制住。第一个，我们到目前为止有10个没有明显传染源的社区感染，这个东西居然没有传续出去，好像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知道说，新冠病毒它大概就是 R 0值是3嘛，它应该就是你没有控制住它，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所有接触者的调查，它应该1传3、3传9，应该老早就扩散出去了，但是它没有。为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民众的警觉，民众都有正确的防疫知识，这个跟在座的各位有关。新闻媒体不停的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防疫保护的方法，遮口、洗手、不摸眼鼻口，这是我的口诀。这个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第二个是我们有很好的准备，我们有什么很好？我们的医疗体系有很好的准备。当然，这些什么负压隔离病房那些都是其次，软体是更重要的。我们有很多感染科医师，感染科医师大家知道，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因为他没有业绩，他在医院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那所以，我们的医院评鉴制度等等这些要求，所有的医院必须要有感染科医师以后，就是他们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染科医师的制度。但是反过来说，我就是要抱怨的哈，就是感染科医协会目前是一个不承认的医协会，因为好多年以前，所有的专科委员会都被冻结了，不能增加，感染科医师也不例外，感染科医协会也不例外。可是我觉得，你从这次的疫情看起来，以后我们还是需要感染科医师。我们的疫情为什么控制得非常成功？你看看国外很多疫情控制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重视专业意见。政治凌驾专业，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那个各个医院都有感染科医师啊，我们医院评鉴就是这样规定的。他们这次的疫情防疫全部都由感染科医师来主导。他们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即使这个是一个，在实际上它如果很重要的时候，应该是考虑可以破例嘛。那个冻结是冻结，但是有时候我们冰箱也要除酸啊，那个稍微除酸一下，让必要的东西出来。因为昨天我们讨论到防疫医师那我们今天讨论感染科医师，我们也是有一个困境我们感染科医师招募新血越来越困难，因为他没有绩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请大家要多多考量一下。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次防疫的成功是我们全民的一个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做到的事情全民的参与。那未来秋冬天说不定还会有第2波疫情，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继续守住台湾。谢谢。
各位媒体的先生小姐，大家好。那刚刚李斌委有提到说感染科医师很重要，那其实我必须讲，胸腔科医师也很重要哦。那我是专业小组里面少数的胸腔科医师哦，目前服务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胸腔部。那其实在这次疫情里面，我自己也是第一线照顾新冠肺炎的病患，所以一路走来，其实感想蛮多的。不过我可以简单讲一两件我的心得，就是我在过年前被通知要参加专家小组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编我们台湾第一版的诊治指引。然后我在当时就觉得很压抑，就是我们其实台湾才只有第一例的个案境外移入而已，我们就开始要编治疗指引，就是我们的部署已经非常超前。所以在编这个诊治，其实中间专家小组大家讨论其实都有蛮多火花哦。就像刚刚李明委员讲的，其实有些讨论很难会有很和平的场景哦，有时候必须要大家互相会争取自己认为比较正确的方向哦。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关抗病毒药物的治疗的章节哦，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从疫情一开始，全新的疾病其实完全没有证据支持哪种药有效，我们就要在指引里面想办法，要建议哪些药物可以做。那到后来，即使美国总统背书说奎宁很有效哦，我们在小组里面大家也在讨论说，要把它写在指引里面吗？其实证据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不明了的地方哦。所以这指引到目前第7版快要出版了。其实有关治疗部分，其实我们专家都想办法凝聚最大公司哦，找出对所有治疗上证据最充足的部分来做最佳建议。我想这个指引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有薄薄几页，可是我问过其他临床照护人员哦，他们觉得在疫情开始1、2月的时候就有官方的建议如何去诊治这些病人，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backup， 也就是说他们不会面对一个新的疾病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它，不知道怎么防护，不知道怎么治疗。至少有一个官方版的建议，大家比较安心的可以处理这样的病人。那第二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的防疫大家最称赞3件事嘛，就是戴口罩啊、社交距离还有就是疫情追踪。那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是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因为我们健保制度有一个健保 IC 卡，这 IC 卡不是只有看病用而已，还可以把你阻绝在医院外面。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所有病人进医院就要插健保 IC 卡去查询你的旅游史，还有你属不属于被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所以我觉得健保 IC 卡做了一个很大的功能协助我们去管理整个疫情的可能的散布的范围。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这健保 IC 卡还帮助我们来进行很多实名制的东西就包括部长在推广的口罩实名制。要是没有健保 IC 卡，其实我们很难推广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健保制度是帮助我们这疫情控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是未来健保还是要有赖我们部长他面对以后健保的难题，跟怎么样协助让我们的健保能够继续走下去，走得更好。那这是我个人的心得，谢谢大家。我想那个疫情到目前为止控制得非常好，那真的要归功于那个我们疾病管制署跟所有第一线防疫人员不眠不休的辛劳，他们真的是不眠不休啊。另外还有就我们所有医疗院所，特别是感染科，还有负责照顾病人，还有照顾隔离者的所有医护人员，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那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国人，大家都提高警觉，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我想是透过政府、专业界还有那个全体国人共同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控制的成果啊。那我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参加那个专家咨询小组，在过程当中我也学习到非常多，因为几乎每个专家意见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学习到说，其实呢，我自己的看法可能不完全，其他专家会指出一些我可能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所以在过程当中呢，最后我们是用集体讨论来决策，用那个集体智慧来确保说我们整个国家的防疫政策在那个正确的轨道上面。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非常多，那深信呢，在未来这样一个良好的机制之下呢，我们国家一定能够应付未来更多更复杂的挑战。谢谢。
各位好，自由时报。想问一下李彬老师就是说，刚刚你提到说，分成两派50%，这是什么事件？这是什么难题？这个蛮有兴趣。然后第二个是说，刚刚你提到感染科医学会成立，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成立的困难或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希望以后卫福部部长怎么协助这样？谢谢。好，谢谢。那个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想了好几天我记得有一次反正就是50%这样子，意见不同。我想了好几天，不知道纯记不记得。后来我想好像有一次好像是说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入境的旅客有症状的话都要去隔离嘛，不可以回家嘛。可是我们的隔离病房好像慢慢快要满了。那个业务单位有点担心，以后会不会就不够了？是不是说那个进来一天赶快一采，如果是阴性的话就可以回家，然后再等第二次结果，类似这样子。可是这样做的话，当然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这个东西大概没有绝对的答案。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应该给入境旅客一些方便，有一个说以安全第一考量，那最后就是意见不一样。我不好像是这件事的样子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至于感染科医师的困境我想就是因为感染科医师如果没有医院评鉴条文说那个相当规模的医院一定要有感染管制的东西，而且里面一定要有感染科医师的话，可能感染科医师我就说它是一个赔钱的科嘛，因为我们都在管制抗生素，然后就是收入会减少不但没有赚钱还赔钱。那可是管制抗生素又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眼光才能看到的事情。抗药性细菌的那个阻止这个是对我们医疗的全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以一个短期的一个获利情形来看，它是不痛不痒，无关痛痒所以你可以说在很多医院里面，感染科医师的受到重视程度是比较相对低的啦。你如果去比较各科医师的收入排行，感染科医师当然是比较低。那我想在制度上面，我们感染科是非常的健全感染科医协会有一套的专科医师的训练制度，我们还有其他性质类似的，像感染管制医协会等等这些。那我们训练的不只是感染科医师，训练了很多护理人员或者是实验室的人员，很多其他的人员都懂得如何去做感染管制。我们因为有这一套的体制，所以一旦有疫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各个医院都有一个感染相关领域的人，可以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我相信这个以后我们还是会有疫情，至少流感一定以后会大突变，你没有办法说以后不会大突变，是不是以后还有流感以外其他的病毒会出现大突变？不一定。但是我们都不怕它，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感染科医师的制度在那边，所以我们希望是政府更重视感染科的专业医师。谢谢。好，我补充一下我们的专家小组的会议我很渐渐就说过，从来不是一言堂就是每一个专家从他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都会有他的认为什么样是比较恰当、比较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各种议题都会有不同意见，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用投票所以没有什么这么精准的什么50-50我想李教授讲的就是说表面上感觉起来好像一半一半的不同的意见那不过这个在很多次的这个，即使有多数人认为是这样，也可能有少部分委员会认为会提醒怎样或其他的角度会不会是那样那这个当然我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尽量都是用多数人觉得恰当的那或者是在讨论当中会本来持不一样意见让我们讲出他的道理，讲他为什么需要这样，我们需要考虑的层面包括不只是学理上的考虑，我们还要考虑现实面的一些状况等等那所以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先这样子处理，这样子往前走那如果不行，那我们随时都可以再调整所以在会议当中其实确实是一直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完全一致或不一样的意见，一直会在会议当中进行沟通讨论那当然也谢谢所有委员最后在我
说我们是不是用多数委员，或者是顾及什么样的层面，应该用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裁示，大概委员好像大概都没有反对了。那不过这个还是会偶尔会碰到过去，例如你们个别去采访某些委员，说不定说出来的说辞跟我们的决议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那就是他们个人的主张嘛。这个我也先前在记者会上曾经跟大家报告说明过。对，刚才李教授提到的事情也很有趣哈。一开始大家可能记得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可能是疑似病人就用救护车，然后送到医院，那在医院采，然后还要这二采一，然后在医院等到结果出来，好，那有问题就到住院，没有问题就回去。好，那后来我们又把它改成就是说，好在那个机场采检，那采检完就先回去。好，然后那时候开始有防疫的车队，就给防疫车队送回去。可是送回去的时候，又要等这个结果出来的几天，大家又怕说，万一有什么情况会有一点落高，所以那一段时间，有人进来的时候，一直都担心说，机场采了，然后回去结果是阳性，那回去那几天，是不是有一个不当的接触在？然后最后改成我们现在弄成很放心的时候，就是在机场采。然后防疫车队就把它或者救护车就把它送到集中检疫，在这集中检疫等结果出来。那如果是就是说有阳性的话，那就救护车送到医院去治疗。那如果没有，那就可以坐那个防疫车队的车子再回家去做居家检疫。所以那时候变到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就很放心，在机场就有采到有拦到的都在我们的在一个我们的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些都是也是不断的改，也根据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些医院病房的量能跟实际需要，那最后在很快的时间就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了那我还记得这个李医师都常常提出一些很有用的建议比如说那个在高铁能不能吃东西我就是在电视上看他讲说不能吃东西很难过所以我赶快就是跟大家来询问一下，在高铁可以吃东西。那如同这个事情一样我想专科医学会这个除霜的事情，我马上会请医师室去研究大家好，中师提问，想请问一下，刚才可以看到就是专家咨询小组都帮我们超前部署了很多。那现在国内疫情趋缓，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到问题是边境的部分。那边境的话，就是可能刚刚李医师有提到，有可能会有第二波的传染，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第二波的状况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那因为现在快筛试剂也已经核准了，所以接下来的下一步的超前部署大概是会在什么时候一些医院会拿到这个快筛试剂，然后就是会有助于边境这个部分的防范。以上，谢谢。好，大家都知道说那个冠状病毒在秋冬天比较容易传播所以北半球的下一个秋冬天是不是会在有第二波疫情？大部分的专家都说会了我认为大概也有可能会，但是它即使来的话，它一定不像第一波的猛烈。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该怎么防疫了尤其欧美国家，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手忙脚乱，要该怎么防疫都不太知道甚至有人说要佛系防疫。那现在大家比较知道要怎么防疫的，而且口罩，我一直很重视口罩这件事情。那一开始欧美国家都说不要戴口罩，包括 WHO 都这么讲。可是你自己现在去看看欧美国家，绝大部分都叫人家戴口罩了包括美国 CDC 他也说叫戴口罩只有 WHO 还没有改。我觉得这种今天改了终于改了他改得好慢我1月初就开始讲要戴口罩非常重要。我觉得美国人如果戴口罩的话，他几万人可以不必死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二波疫情，当大家已经知道怎么做的话，当然它就会比较趋缓。那我觉得我们的境外的防疫主要还是根据各个境外国家它的流行情形来决定嘛。一开始我们在做那个旅游的建议的时候，其实就秉持这个原则，那个该地区如果有很多本土不明原因的那个感染的话，就是危险。如果它都是境外感染，像台湾
我们一直持续有境外的感染，那个不算，那个不算旅游的风险，要算的是该本土，所以资讯要透明化，这个也是我们觉得说要 WHO 要有更多资讯。我觉得 WHO 一直在宣布说哪一个国家有几个确诊病例，这是不够的，你必须说你的确诊病例里面有几个是本土的。像美国 CDC 它就有类似的资料，你可以去判断哪个州它是不是有本土感染，它是不是有旅游风险，这个对我们的旅游建议那就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疫苗，疫苗能够及时出来的话，那个当然疫情会减轻，境外旅游的限制会减少。所以台湾当然也是加入那个竞赛之中，但是台湾的疫苗发展就是前途就是有非常多的困难，尤其我们的起步的出发点已经比人家慢，很多国外的疫苗已经进入人体试验，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所以我就一直在强调说，国内疫苗产业需要政府的更积极的、更强力的支持。以上，谢谢。好，谢谢。指挥中心这边想要提问一下说，因为现在日本跟希腊各国都在解封，但是台湾是不在他们的解封名单内。有专家推测是因为台湾是采被动式的筛检，然后筛检的总数还有比例也是比较偏低，排名比较后面的缘故。想问一下指挥中心怎么看？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明天就要大解封了，有没有一些措施需要提醒民众？谢谢。不过这一题我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可能换个人来回答，专家要帮我们回答这个，看我们是不是想法比较一致。大家有没有想看？来。我想我自己有关注这个记者会大家都看到陈部长回应的方式，我觉得基本上呢某些国家解除境外旅游人士没有包括台湾，其实因素很多，不只是刚才记者提到的问题，就是对台湾到底有没有潜伏性的那个个案。对，那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目前比较 evidence 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目前感染率大家看到是全球里面就是每100万人口感染率最低的。那在感染率这么低的情况下，我们要不要去做普筛？比如说我们要去做某个区域人口的抗体调查？那其实这个目前就碰到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效的抗体检验的敏感度都没有办法到达100%，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100万人口感染率这么低的情况下，如果我做普筛，那事实上很多时候你得到结果反而是伪阳性的比例还高过于你实际上这个社区里面的感染率，所以结果就变成只能做研究的参考，不能够做真正当在我们作为临床上我们做防疫的策略。那如果未来我们有适当国际有发展或台湾自己发展的适当的抗体的疫苗，那实际上有疫苗我们就有抗体，那到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用管这个补筛的问题，我们自己就是用疫苗来代替我们的主动免疫，然后来改善我们目前防疫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以专家学者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在专家会议也讨论过很多次，其实都不赞成，完全不赞成做抗体的补筛。可是我针对特殊族群，例如说敦睦舰队，那是一个封闭的团体，那可以做，因为你要找出漏网之鱼的话，可以这样做。可是对普遍的大众，其实目前没有这个需要。我补充一下那个我们台湾有做主动的普筛、主动的筛检，我们不能够说台湾没有做主动的筛检，因为我们仔细看普筛跟主动筛检意思是不一样的。普筛就是对有没有症状的一律筛检，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个。最近我只听到武汉的人全部有症状没症状全部筛嘛。所谓的大家一直常常讲韩国的普筛，它是你有症状有怀疑的话，你可以到我都可以帮你筛。我们现在也是类似这个情形啊，你要智慧筛检我们都不反对啊。所谓的主动普筛，像我们的医护人员，你看医护人员那些都没有。只是有呼吸道症状什么症状就会被筛检了，那个是主动啊，他没有被通报他只要是他符合那个可以筛检条件，我们就给他筛。所以我们医护人员最近都很怕被生病了，我们一生病就要被筛检了。这个是我们这是主动的。你如果是说大规模全人口的那个普筛，因为你没有做全人口的普筛，所以理由就是必须维持，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像刚刚委员讲的，做这样的其实没有实际上的效果。
请教一下，6月7号明天大解封，有没有一些措施需要民众注意？我们基本上在6月7号之后，还是一样维持我们的防疫新生活嘛，哈，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维持社交距离，那量体温，那有生病人尽量不要到公共的场合里面来，诸如此类的相关的有些区域场所为了便于以后有相关的疫调，如果能够建立10连制，那我们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规范。那至于将来就是除非各个主管单位有他自己一个特别的需要，认为在管理上他有一些精进的必要，或在指挥中心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流的管制总数，这个我们不再用指挥中心的名义来做限制。不好意思，东森也想请教一下，因为明天解封之后，包括像高铁，今天也有很多专家在这边，然后也包括部长自己也有搭过高铁。那因为也有人提到说，像是高铁的座位是3个1排，那因为包括像是你靠窗或者是靠走道这样的距离，其实都不到1.5公尺。对，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到底可不可以在车上饮食？那专家小组这边也有打算，因为包括像是现在台湾本土都没有确诊案例了。那有没有可能把那个社交距离大概缩短？然后另外也想请教一下，因为好像从下周开始，指挥中心这边就是1周才开1次记者会，有没有大概是定在礼拜几的时间？然后也想请教，就是防疫5月天，好像就是从农历年前就是一直这样开记者会，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尤其是部长几乎是一个全勤生，每天都有参加。可以请5月天就是各自大概发表一下感想，谢谢。这个时间好像公告好像是要定在礼拜2还是礼拜3，好像要定在礼拜3，定在礼拜3。那我们大概因为礼拜2我们有个指挥中心的一些会议，那可能在那个会议里面会做一些决议或是相关的一些规定的共识，那所以会定在礼拜3、礼拜2有决定，第2天就可以跟大家来做报告。然后第二个。大概要发表，已经感想过了我想，今天是专家们的感想了那我们大概其他就明天好了高铁的座位就是还是大家可以吃，但是不要大家就一起吃嘛。当然讲我们这是用货为什么货？就是慢慢我们希望这个生活的习惯能够养成其实有时候讲就很难去。比喻就好像说，我们说上完厕所要洗手，是要每一个盯着看他说有没有洗，那没有洗我们就要处分他，没有，就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习惯就内化。就像昨天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什么梅花口罩，对不对？梅花口罩队形，我就说大致上大家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那就是说，尽量把距离拉出来。就戴口罩戴得很难过。那5排的1排5个人，那可能3个人这样间隔开来，3个人有戴。那基本它虽然没有办法100%的防护，但是也是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样的比例越高，戴人越多，那戴的时间就是越密集，那当然防护社区的防护的效果就会越好。但是现在过来就不是那种。没有戴的人就一定要被指责啦、打或者说很严格的去对待他，可是大家就变成一个慢慢是一种公德心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了指挥官好，黑火健康提问。刚刚李教授有提到说，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专家们开会都是面有难色，所以想问问这在场专家们，这疫情是有超乎各位的想象吗？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真的是让各位觉得非常紧绷，就是超乎你们原本预期发展的情况？第二个问题是，面临像这样的新兴传染病，其实中研院的赖明昭教授有提到，他认为说，台湾可能未来还会有所谓新的新型冠状病毒，那这样的新型病毒
毒专家们遇到的时候，第一时间最在意的是哪个部分？是包含它的传染性还是死亡率？大家最在意的点是哪些？那第三个问题是，现在目前疫情已经趋缓，台湾正在住院的患者也减少了。可是因为最近不少国外的研究报告忧心的点在于说，这些痊愈的患者在3年内都会有其他的精神疾病，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甚至有1/3感染过的 SARS 或是 MERS 的患者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临床医师就建议患者除了定时回诊外，应该也要接受精神上的检查。那对于这样的说法，不知道指挥中心有什么看法？之后会将这个意见纳入临床指引中吗？谢谢。好，这个对一个新的一个疫病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各种模拟或各种推想，以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然后，那我们这一次的疫病，其实讲老实话，我个人是觉得，绝对是比我们预期的控制的更理想哈。那例如说，我们随便讲是当年 SARS 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地方失控失守嘛，或破口。那这一次我们当然从开始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状况，那渐渐的也看它的封城，各省市的封城的状况，我们很多人相信都是预期，我们大概也可能会有社区传染的一个情形出现，这是也许是有。开始预先设想，可能不能100%说一定不会出现的哈，所以这个到后来，刚才李教授也讲，或者我们先前也好几次大家都有讨论，我们有一些不明来源的社区感染个案，那本来的预期当中，它也许有机会会有更大范围的一些传播，可是也因为先前也跟大家说明过的，不管个人卫生习惯，我们口罩的戴啊、洗手等等的哈，让我们这些疫情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控制得更好一些哈。所以整体来讲，也许李教授讲的比较这个字眼上比较强调一些，然后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面有难色了。所以在一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有很多的讨论。那不过这个疫情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比我们预想的当然是来得更好的许多了。那至于所谓的这个创伤症候群，就是第一个就是发生重症以后被隔离的一些状况，我们当然会担心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哈。那这也是随着每一个人不太一样的哈。不过我们也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说明过，我们在从 SARS 以来的这个医院的准备里面。就包括这一个部分哈，就知道说隔离的病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各医院的准备里面，它在的应变的机制里面就包括需要有心理辅导、心理治疗师等等的哈，需要在他隔离期间就要经常要去给病人关怀，给病人一些支持，给病人一些辅导，那避免后续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其实在台湾哈，这个部分还算控制的蛮不错的哈，所以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的及早的一个规划、及早的准备，是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好，其实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就面对的新兴的疾病，就是充满了这不了解嘛哈，那不了解里面，那当然。就会稍微就是说在精神上会紧绷一点。那我相信在碰到很多，我还记得一开始最早前10个案例的时候，大家在谈说亲密关系的接触，家庭内的接触者，然后到19案例的时候，大家开始讲说就白牌司机，然后被开始讲说那是不是一个不明的感染源，好，那也担心就院内的感染会不会产生一个破口。然后第23例的时候，大家就确认说，确实是一个零星的社区的感染已经开始了。好，然后再连续的从19、23、24到34案，大家觉得说在医院里面是不是会破了？好，那每一次碰到这，大家我这被叫到指挥中心去的时候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啊。好，但是呢，大家都讲说，
该来的总会来吧，那就面对它。那可是我们算是还不错了每一次面对都有解决这个问题。156案我也是在那个在礼拜六，然后就说就突然在一个长照机构有照顾人员有确诊的。他想说就国外都是长照机构出了很多问题，那我们也终于到了那个去了，我们把它好好处理。那后来也没有在这里面有发生，所以大家问说，是不是在指挥中心里面，是不是大家都有很多的紧张的时刻？有每一个段落的案子都让人家非常的紧张。我们3月14号在宣布国外进来要居家检疫的时候，那回来第2天就10几个，然后后来有到从我印象最深刻就77到加到100嘛，从2位数变成3位数。在那之前，在4月6号以前，我们在想说，大概台湾都一直维持着双位数不会到3位数，就一天它就破了，然后第2天130几个就一直往上跑，可是那时候大家也是很紧张啊。现在这么多的案例在，那是不是会在这里面形成一个社区的情况？那在居家检疫开始，大家又社会里面对我们回来的有感染的又不谅解，那对立的气氛就要起来了。我们当然也很紧张，可是大家还是讲说要面对它，那呼吁大家不要对立，互相照顾，互相关怀，把关怀体系做好来。那也是一个高峰，然后慢慢也就下来，那对社区造成的影响非常的低。那居家检疫里面也发现了很多的个案，在这里面就是甚至一波就过去。所以他们说会不会紧张？当然会紧张啊，因为每一次都面对的一个未知的结果。但是呢，我们的态度就是说，事情来了，我们就面对它，处理它。那也非常的高兴，就每一次事情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好，那今天记者会是进来比较长的那非常谢谢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除了讲指挥中心今晡呢，陈时中指挥官及公布国内无新增加确诊病例，估算呢本土连续55年都无本土病例出现呢。除了讲按呢个好消息以外，其再过来提醒讲，疫情又吓得咧，大家还是爱当注意，爱继续上网来做防疫，新生活的运动。还个今晡呢，同平常还无共用，因为呢现场唔但香港有来嘅按多位指挥官员以外，还有呢亚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韩国呢武汉肺炎亚种 COVID-19， 亚摆爱来面临嘅亚种疾病大流行，今晡现场。也所有的专家小组所有的专家呢，也都未来到现场诶。对亚嘅呢，亚摆疫情对年头都亚下，表示咧当到嘅都面对嘅意见。嘅都呢，家下面讲到一开始。大家雖然講會緊張，仲會緊張啊，不過呢，卻因為17年前 SARS 案例嘅經驗呢，過後大家的亞擺讀到武漢肺炎病毒會扯過來嘅時節，大家頭天時間就當緊張，韓國呢當驚心，就開始整理一啲專家小組，隨時啲嘅討論，故所呢家條呢。講話當到，從家下就講到對年頭都亞下，逼出嚟頭一啲嘅過後，大家就係緊面對去處理亞擺嘅事情，因為過來嘅還係會來。就進一步來講到啊，雖然講件事關於疫情嚇分嚇得咧，唔過記者就問到講，國家開始來問講，係唔係差唔多多日嘅今年嘅秋天係個寒天嘅時節，會逼出第二擺嘅疫情太流行呢？嘅指揮中心嘅亞嘅專家小組李秉穎告訴呢，佢哋有講到一當有可能咯，因為專家大家就見面，全世界肯定會有第二擺嘅大流行。不過那一次，台灣要開始來準備呢，一個專家就表示，卻因為有亞下第二擺亞嘅大流行嘅經驗，接下來就算來嘅第二擺嘅疫情大流行，到時節可能大家都睇好一樣嘅防疫咧。係個亞嘅李秉穎告訴，佢就有講到。
其实才对一开始都压下，强调讲作业咩要结重要的。系讲呢，人来看到，亚嘅指挥中心公布讲，全世界现时嘅确诊病例来看，现时有674万例较加嘅确诊病例分布到全世界。佢咪讲到，系讲全世界一开始就啲作业咩要结重要，有可能呢就要结下班3年，喺亚伯嘅疫情当中唔會冇特性命，唔會死亡。我從佢咪要呼籲講，接下來呢唔但搶講國內，還有國際嘅衛生組織，比如講 WHO。針對亞嘅疫情嘅資訊，要當透明，本各國要當透明嘅資訊，要好參考，還有判斷要用嘅防疫，還有呢預防沙，佢講到關於亞下預防沙研究嘅能量呢，亞嘅疫苗嘅能量有限慢，故所呢佢咪更強調，希望講政府要加強投疫苗研發嘅亞部分嘅能量，也係專家小組嘅下有提到嘅按度嘅資訊。接下來，同鏡頭細到亞嘅國際風，就像家下亞嘅專家小組有講到，全世界係講呢，從 WHO 公衛組織一開始就啲作業咩要極重要，就可能要當人唔會因為太多疾病來死亡。係講人出來看到 WHO 其實從一開始家下呢，就有講到，其實亞嘅確診病患韓國醫護人員是要加掉愛戴作業咩安寧是好嘅。也係 WHO 秘書長譚德塞圖先前嘅下要講到嘅。唔過你聽聽到6月初5 WHO 來開嘅一場會議過後，佢就改嘅。譚德塞佢就改咗講全部嘅公眾都應該隨時愛戴定作業咩。故作有按呢前後點點多多按呢針對作業咩愛戴又冇愛戴。譚德塞按呢講法點點多多，就本人來少嚟講，係唔係先前講呢？也下本人批評本人罵嘅，佢爭愛來改嘅。故所有人就少嚟講，因台灣係超前部署，就係先來準備。唔過 WHO 呢，係唔係停慢呢？係個慢到一下，爭來衝刺，作業咩要結重要，等人來看。18年全業公共場所愛戴 JMO，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托初5又新嘅講法。In light of evolving evidence, WHO advise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encourage the general public to wear masks where there is widespread transmission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is difficult, such as on public transport, in shops, or in other confined or crowded environments. 世衛組織初5強調，進行戴 JMO 嘅參考係做兩幾禮拜嘅研究結果。研究顯示，戴 JMO 確實係降低病毒切開來嘅風險，不過唔係完全保護得到。但係在重新，跟那同修細搶同保持社交距離，將係真好嘅。兩幾年，世衛組織一起堅持，恐嚇民眾唔是戴 JMO， 跟那治療工作相關意見同確診嘅病人將愛戴。不過之前到全球切外半年嚟，世衛組織人們將堅信安全戴，防疫提慢未本年起到好效。就算世衛專家柯霍夫進一步強調，人們建議民眾戴嘅唔係醫療級，係一般嘅補 JMO。不過，當到國家既然並用戴 JMO 嘅政策，人們做出安泰嘅改變，未本年唔啲安全選擇。不過，另一方面就有反復不檢視太好嘅前線數據，全球確診數持續增加，對5月地之內，社工單日能增加4萬卡加，6月初3行卡增加超過13萬。研究認為確診病例增加，都有可能係因為亞嘅國家開始大量檢測，不過未有當到國家嘅檢測數字，係無法tout了解之前係完全發點解。記者今年見編輯。啲好愛戴作業咩？也下張啲，就算講時間有限慢呢，唔過呢也唔係當好嘅事情，故作也係 WHO 秘書長譚德塞先前嘅講法點到本人罵嘅情形。故作呢係唔係也下全世界唔但像台灣人都當從事作業咩也真問題嘅。比如講呢6月初1，國內嘅作業咩生產工廠都係自由來買賣嘅。故所呢，從早晨呢，中華鴉片就有生產作業咩嘅大型工廠重新開放，大家做得去買嘅。故所呢，民眾大做喜事，就排列咧排到重重，大家搶呢愛去買作業咩？你看到鴉片哦，有點嘢呢，加條呢無限啲嘅算錢，卻因為食材當人搶得愛去買，係我哋作業咩？也嘅同實名制冇共用嘅，卻有
乡亲朋友你有发现冇？一般去买生娘子嘅作业咩，佢一定會用紙嘅一種牛皮紙落嘅，同佢裝起來。唔過生下來開放到一個工廠，只要來買賣嘅客，就會找定各間工廠冇共用嘅包裝來開始設價嘅聽按樣嚟賣。像一間工廠咧，就會用一盒嘅錢錢咯，用紙盒嘅攞佢裝起來，故所嚟睇價搶定愛去買。好，一個客家清新聞呢，近比就同大家從點整理到鴉片，指揮中心較早以前沒有宣布講，一下呢對下個禮拜一，也就是呢後年起始，也本單指揮中心當然會開記者會，一下會留佢過多一禮拜開一擺。家下呢陳時中就有講到，接下來會拖大概禮拜三下晝來開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同大家分享。一起呢清醒自信，希望鄉親朋友上愛啲也嘅指揮中心開會，還有國內國外一起清醒嘅發展。昨日上到客家清新聞呢免屬粉絲專業檔稿KIMI集站，就帶嚟到客家清新聞的相關資訊。提醒大家我去KIMI集站，係我本客家清新聞所有團隊一直鼓勵。今日嘅節目就到鴉片呢，感謝嘅收看，天光也在飛。客家清新聞，客家 Live。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延洲，我係希里玲。當日早上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清醒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新聞。